我哋見證嘅係一個女仔嘅長大，而唔係媒體口中嘅離巢神話。最近睇咗芝芝炎明熹喺01娛樂嘅專訪，聽完佢講新歌、風裏同埋心路歷程，心入面有啲說話真係好想同大家分享。作為支持者，甚至只係一個路人，我哋見證緊一個21歲女仔嘅進步，但係同時我哋都要留意傳媒係點樣用一套特定嘅劇本去包裝呢件事。第一，睇清傳媒嘅風向陷阱。大家有冇留意到個訪問點樣開頭啊？記者先係讚芝芝訪問表現好咗，個妝同衫似翻個20歲女仔，好似暗示以前嘅佢係唔正常咁。跟住仲提翻嗰單向舊公司要求準時出糧嘅傳聞。雖然芝芝已經即場好清晰咁否認咗，話自己冇講過，但記者仲係要補多句，話就算冇講過，呢種姿態都好受 Z 世代認同，甚至封佢做整頓職場典範。大家要睇清一點，媒體好中意玩挑撥，佢哋想營造一種離開舊公司 TVB 就變好嘅對立感，因為咁樣先有流量，先有話題。但我哋要問下自己，事實真係咁簡單咩？第二，炎明熹嘅進步係因為自我成長，而唔係換咗公司。我要強調一點，芝芝係因為自己長大咗、沉澱咗，各方面先會有今日嘅進步。20歲到21歲係一個年輕人由被保護轉變為要獨立嘅關鍵期。依家佢要自己成立工作室，做老闆，請人，同日本大師 Kokiya 小姐直接溝通。呢種壓力係會逼住一個人快速長大。就算記者點樣引導發問，芝芝依然答得好大方，不亢不卑，從來冇講過舊公司半句唔好。呢份厚道係佢個人性格嘅修為，同佢喺邊間公司完全無關。第三，如果不離開芝芝，佢依然會進步。如果我哋認為芝芝係因為離開先有進步，咁其實係抹殺咗佢一直以嚟嘅努力。以芝芝對音樂嘅要求同勤力，就算佢留喺原本嘅地方，佢一樣會進步，一樣會變靚。換環境只係令佢嘅步伐同方向有所不同。例如依家佢多咗自主權去試啲非主流嘅風格，但不論喺邊度，進步嘅動力係來自佢內心，而唔係嗰份合約。總結一下，做一個清醒嘅支持者。如果我哋睇唔清呢種自我成長嘅本質，只係跟住媒體個風向去笑舊公司或者神化新環境，咁其實我哋都未算係真正了解支持佢。如果你話自己係佢嘅支持者，但睇唔清佢喺呢段時間入面點樣透過自我沉澱、克服溝通恐懼、承擔老闆責任去進化，咁真係有負支持者呢個名稱。Gigi 已經用行動證明咗佢唔想被標籤。我哋做觀眾嘅亦都要進步，學識去分辨邊啲係傳媒嘅挑撥，邊啲先係一個女仔最真實、最純粹嘅成長真相。